享受超越自己，没有极限。好的，再次提醒我们现场所有小将们、运动员们，我们稍待会进行运动员进场，所以各位呢要先移动脚步，来到我们各县市对应的牌子后方，先来做准备。那依照自己的地区列队呢，那稍待我们开幕式就要正式开始喽。阳光下挥洒人间汗水，乘着余光盖勇气向前，让我们搭起肩膀，围着希望，欢迎携带喜上心团结，创造属于我们的蓝天，期待站上胜利舞台。I say 加油加油 ，V 到梦想坚持好起，加油加油。跨越28沮丧，有你们奋力鼓掌，呐喊希望，抓紧机会，不就不后悔，谱写属于我们的信念，期待站上胜利舞台。I say 加油加油 ，V 到梦想坚持下去，加油加油，很有爱同走吧。
阳光下会洒热血汗水，乘着余光该勇气向前，让我们搭起肩膀，围着希望。帮你携带喜上心团结，创造属于我们的蓝天，期待站上胜利舞台。I say 加油加油，你的梦想坚持下去。加油加油，很有爱同作伴。Say 加油加油，走吧，这一站目标明确。加油加油，享受超越自己，没有极限。好的，我们开幕仪式马上就要正式开始喽。2024元客青少年3对3篮球赛全国总决赛开幕式正式开始。小将们，大家早安，大家好，大家好。在我们今天这比赛一开始，是不是应该先给自己一个热情的掌声？欢迎你们！今天非常的欢喜哦，特别感谢我们非常用心的主办单位哈嘎比演飞以及圆明会，还有我们地方的政府呢，共同来举办这么有意义、这么棒的篮球比赛。相信大家呢，今天都可以勇夺佳绩。那我是今天会陪伴大家一整天的主持人，我是玉儿，大家好，大家好。员好，好，颁布主委毛科长、林委员，还有我们的黄主任，还有我们的这个林处长，还有亲爱的选手们、各位贵宾们，大家早安，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Terry 江振凯，然后萨利嘎嘎马布隆及 Terry 江振凯嘎咕。泰雅语贵为泰雅女婿的我，也算是新族的半子啊。哦，是啊。哎，是泰雅族的朋友有没有？罗嘎达管拉拉鲁木嘎啊，打雁的亚妈，我叫罗信，大家好。喊腔好厉害哦！有没有台湾族的朋友？加拜加拜，真路数，马里马里马三路。考不倒你耶！当然，哎，身为这个今天原住民的代表，就代表这个无比兴奋的心情啊，是也非常的感谢由我们客委会啊、携手原委会啊，我们共同主办的这样子全国性的比赛，已经堂堂迈入了第3届了。我们给客委会一个掌声加尖叫！哦，最近某案改动枪哦。塞莫利安之 C。哎，你这个你也学会了？开玩笑啊，哇！我是语言通，贵为在这个台湾宝岛的贵宝地，原客就是一家亲，好不好？原住民的朋友跟我们客家的朋友们呢，不管是在文化上面的交流、运动上面的交流，还有包括饮食文化的交流，其实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且我们透过这个球赛，最重要的，希望大家以球会友之外，当然还是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文化交流、族群的融合，打造我们共荣共好一家亲，亲情那个一家人的粉笔啦。对啦，太好啦！哦，尤其是我们刚结束了我们的中华奥运的比赛，是不是？哦，这个中华队的选手，这个热情依序延续到今天。我们各位球员呢，就带着这个精神啊，即将呢要在今天呢进行全国的总冠军总比赛，非常期待。今年呢报名的队伍总共有355队，那我们入围的总共有64队，要来这边进行捉对厮杀，看谁能拿下今年的这个国小男、国小女、国中女、国中男的总冠军以及前3名。选手们已经蓄势待发啦。对，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好好介绍他们。是的，那接下来呢，首先要来欢迎到我们这些厉害的小将们。首先最先要欢迎到的是我们桃园市桃园哈嘎事务局由我们饶家文副局长领军，谢谢我们美丽的副局长哦，总是笑容满面，率领的3剑客，风速最强的皮卡丘高高手佩佩猪，大形容美少女大罗马，少嘎 A、B、C 大臣居居，高冷美西服 B 大臣 A， 前3名进场，欢迎你们，欢迎桃园哈嘎体总。紧接着是苗栗县政府文化观光局徐建南副局长所率领代表的忍者
NJJH 张师傅75连队大同以及大同 C 进场选手挥挥手，欢迎你们！苗栗也是我的故乡，欢迎你们！好，那接下来呢，要来欢迎到的是来自我们台中市的队伍，由台长司政副哈嘎斯 VFV 副组比魏瑞生代表率领汉口 B、汉口 C， 还有很可爱的洋芋片，乐乐是 HKB， 欢迎 Monkey。好，欢迎你们！接下来是由南投县政府文化局李玉兰李副局长所率领的选手进场，水中 Gout Queen 逐梦队进场，欢迎你们！欢迎南投耶！哎呀，来尖叫声很大哎，是不是？我们这次是北中南东区啊，哈，是的，的选手全部就位了。接下来要来欢迎到的是我们台南市政府客家事务委员会陈新玉主任委员率领的大姑啦、永仁 A、永仁 B、永仁 D、小女郎、老王星、永仁 11， 欢迎！欢迎！大家 VFV 陈祖 V， 欢迎！紧接着要通过主舞台的是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务委员会钟炳光主任秘书所率领的民族嗨 Kiss 来一根。延州 Pendant ERC 篮球梦以及篮球魂进场，大阵仗哦！挥挥手，热情热情热情！笑容，我们现场有录影哦。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欢迎到来自我们远自东部的队伍进场的是法脸烟政府哈嘎事务处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由我们洪永仁科长代表率领超音速阿告。国黄蜂、国黄蓝、GNC 志强军、想想队、巴拉万、中小 S 我很高、中小 A 五兄弟、知雅 C、知雅 A， 名义来最后一支是来自我们台东的队伍来了，我们的关山代表，哇，今天最远了，真的，掌声再大一点吧！欢迎他们，欢迎他们。分享，是因为哈 Terry 我本身啊，我也是花莲的子弟啊。那我的老家呢在富里乡，富里乡就在花莲县的尾巴，我们再过一座桥就是关山啦。所以隔壁邻居啦。我们隔壁邻居，看到我们关山的朋友有没有理那个5分头有没有？我就想到我小时候，就是看到儿时的自己。对，我就拿了一颗篮球，然后在那个农会前面打。是不是？只可惜你那个时候还没有我们原客3对3的球比赛。没关系，现在呢，他们要帮我们圆梦了，团结圆梦就在今天这一刻。好，再次欢迎所有的选手，欢迎你们，欢迎。好，今天的与会贵宾相当的多在劳驾我们各位长官Terry 我唱到名的时候，劳驾请起身我们转身挥手跟我们选手，还有我们摄影师，还有所有的记者朋友们一起打打招呼。好的，首先要来欢迎的是客家委员会范佐明副主任委员，范副主任好。范佐明，谢谢我们亲力亲为的范副主委什么？接下来欢迎的是原住民族委员会毛元挺毛科长，毛科长好。接下来的是内政部移民署蔡崇富主任，主任好。以及我们的立法委员林思明林立委，立委好。委员好，欢迎你。接下来欢迎的是桃园市政府客家事务局饶嘉文副局长，副局长好。欢迎我最爱的副局长。接下来欢迎的是新竹市政府教育处林立生林处长，林处长好。接下来欢迎的是新竹市政府教育处体育保健邱涵静邱科长，科长好，欢迎科长。以及苗栗县政府文化观光局徐建南副局长。来，我们新竹县原民处代表林营思专员，林专员好。专员好。接下来欢迎到的是台中市政府客家事务委员会魏瑞生副主任委员，欢迎欢迎副主席。这边我来欢迎到的是我们南投县政府文化局李玉兰副局长，欢迎副局长的大力支持，以及我们台南市政府客家事务
委员会陈新玉主任委员，分享助委，三条来分享到嘅係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务委員會鍾炳旺主任秘書，歡迎。好，还有我们屏东县政府客家事委员会陈思杰科员代表分享你，还有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委员会洪永伦科长好，感谢科长的大力支持。还有客家委员会我们最重要的委员古荣正委员，什么委员？还有客家委员会古人胜荣誉顾问分享。好的，接下来欢迎我们本届的这个宣传大使啊，是哦，掌声加尖叫啊！今天难得邀请他来，哥哥姐姐哈，来先来帮你们提振士气一下。是，那么欢迎宣传大使，新竹工程师球星最帅气的钱浩，救生，以及宣传大使郭志颖芝芝，欢迎芝芝。还有我们宣传大使黄湘婷，欢迎湘婷，好感麦。还有这一次非常盛装打扮啊，已经在我们舞台两侧 stand by 的，先要掌声来欢迎我们新竹市里巴哈克协会由林佩琪理事长、黄少群头目领袖以及所有的耆老们，欢迎他们，欢迎分享。哇，看到头目就真的觉得就是有喜事要发生的感觉，有没有？是的，来与我们上前一步啊！好的，请容许 Terry 我来好好的跟各位介绍一下因为今天呢，我们是一个贵为全国性的比赛，是，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他们。好的，那我们特别也邀请到了黄少群头目领袖来领军哦。哎呦嗨呀，一言好啊，咿哟一言那路嘿那路哎呀嗨，呜哦咿哟一言那路嘿那路哎呀嗨，那路哎呀吼啊哦咿哟咿那路啊嗨呀，呜哦咿哟。那路嘿，那路哎呀嗨！好，这时间我们同步也邀请范副主委，还有我们毛科长，还有我们林处长，好，我们劳驾起身上前由我们的领袖头目领袖率领我们范副主委，还有毛科长，还有林处长，还有所有的耆老们，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的这个祈福仪式。Terry 也跟大家报告一下，这是有一个特别的意义的。什么意义呢？我们现在耆老呢，我们所有的这个祈饼的桌子，我们摆向呢，就是面对你们的位置，也就是我们目前的正东方。哦，是祈福仪式，我们会根据我们的方位来做一个调整，也向我们的主灵以及万物皆有灵的我们的主灵朋友们，能保佑我们今天的活动能够圆满顺利。来，把时间交给耆老。嗨。Kita katu lumita salisin, ika kayalan lumita malatau, hatu ayawai tala matu asai. Alini alumi as, kabah nu, mayangai hatu nu sofar, rumah satu iraku 5 jam, ami susu tumali itini Sinsu si. Nanay, kamu malatau, sila iten. Hitingan ko itinia si Ufo mamaan para tansen ko hikinis ami luluto falutuan no kapa hatuno 5 jam ami mali itine ayaw no pimalian lumita anini ilay ko sa painin no tabang hatuno kagitan no itiniay ilay ko tali usilaw ulasing lamulak hato hafay pauli lumasato ila kaulahan unamo lingalaw hato itsep layapan to unamo malataw lumasato anini silaitan unamo malataw lumita kalisautan
sila iteng ku sasak unamu wawa nanay anini pi malian kapulungan baraken to lumita semak o kamu malataw lumita utataungan no wawa no kamu Thailand sai sais ini ko pa Patao 敬酒敬祖灵。好，谢谢我们范副主委、毛科长、林处长，我们稍请入座。先入座，稍作休息。谢谢谢谢。谢谢我们的耆老，还有我们的青年朋友们，还有我们黄头目领袖，谢谢阿赖，阿赖。谢谢里巴哈克，那他们呢也是我们新竹市一群都会原住民里头呢有阿美排湾族的朋友啦。是，那特如我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哈，我们今天准备的这些祭品，也就是代表我们的丰收，我们对我们的祖灵的尊敬。那刚刚呢，我们耆老也说，希望我们所有的娃娃，好，娃娃在阿美族语就是小孩子的意思，小孩，不管是吼肉的娃娃。哈嘎的娃娃，还有我们所有原住民的娃娃，在今天的比赛呢，都能够呢拔得头筹，能够顺利，能够圆满，大家能够平安健康。也期许今天的活动呢，都不要有人受伤，都不要有人受伤。这真的是最重要的哦。能够借由这一刻，把我们的原客团结起来，这样的祈福仪式，来尊敬、敬天、敬神、敬灵，也敬我们可敬畏的对手们。谢谢你们，也谢谢耆老。原来有这么深的意涵啊，泰瑞。当然啊，其实哈，我们不管是在原住民的祭典仪式，其实在客家的义民祭也是有同等的仪式，是的，对不对？对于先民的尊敬。那说到客家哦，这是你不知道你刚刚进来的时候有没有听到一首主题曲，觉得很轻快、很好听、很洗脑，有没有？我从早上6点半就听到现在，然后就你回家就一直开始对小孩唱，站在门口我就一直加油加油。没错，接下来我们就邀请到这个加油加油，我们特别邀请到我们本次的宣传大使之一，我们的艺人芝芝呢。
天天转累都腿到，马上就要来到现场，来唱这一首洗脑歌，加油加油！来为我们现场所有的小将们来加油加油！加油！欢迎芝芝，掌声欢迎！大家好，我是芝芝郭志莹。哎呦，萨利嘎嘎马布隆，西苏金嘎库，大家好，我是芝芝郭志莹。大家早安。好。今天真的很开心哇！一路我们走到总决赛，真的是很辛苦大家，也希望大家今天可以玩得尽兴。各位选手们，对今天的比赛有没有信心？哎呦，洋芋片的声音有没有信心？漂亮，好，看起来是竞争很激烈。那今天就带来我们这首主题曲，叫什么歌？会唱了吧？待会我希望可以听到大家的声音，也用这首歌祝福大家今天玩得愉快，加油加油！送给你们。阳光下挥洒我些汗水，沉沉欲灌溉有迹象征，让我们的大起肩膀，围着希望。帮一切大气，相信团结，创造属于我们的蓝天，期待战胜胜利，我猜。I say 加油加油，飞到梦想天赐哈皮，加油加油，很有爱同走伴随，加油加油，走吧，这一站目标明确。超越自己没极限，正在路上，不如赛车人，上一车人，下一车人。手牵手想让着心中梦的跑得不快，越失败沮丧，有你们的奋力鼓掌，那个希望，抓紧机会付出不后悔，谱写属于我们的信念，期待。战胜胜利舞台，谁在哪里爱谁？加油加油 ，Everybody！ 拼斗梦想，天赐哈运，加油加油，很unite，同走伴随，加油加油，走吧，这一站目标明确，想要做超越自己没有极限，双手借给我。手去闯，所有同学把手举起来，力量再一次的绽放，欢迎你们一起唱。I say 加油加油，飞到梦想天赐哈皮，加油加油，很unite，同走伴随，加油加油，走吧。这一站的目标明确，加油加油，想要超越自己的极限。那咿呀哦嗨呀，哦咿呀，那咿呀哦嗨呀，哦咿呀，那咿呀哦嗨呀，哦咿呀，那咿呀哦嗨呀。送给大家，祝福大家今天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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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车人！谢谢芝芝。哇，听了这首《加油加油》，不加油都难哎！哦，整个都热血起来了。是。哎，其实哈，跟各位报告一下 ，Terry 我呢也是我是国立台湾师范大学体育系的。我每次只要看到选手哦彼此间的那个互动跟加油，心里面就有一个那个感动跟力量，很感动，能理解。你知道吗？我到现在已经当了3个孩子的爸哦，还是很感动。我看奥运我还是会哭哎。这个是一定要的吧？这个歌，这个国旗升起来之后，我们在那边唱歌的时候的热血，那个感动，心中的感动。刚刚其实我听芝芝唱这一首歌，心中有这种感动感。是，我觉得不仅是把我们客家的力量，还有我们原住民的力量，我们用各式的族语以及古调，然后还有我们原住民的沙伊之刃啊，阿美族的沙伊之刃，加油！还有我们客委会的这一直提倡给大家的，希望大家能够加油的精神，把它加入进来啊，来做一次我们这次大会的主题曲，是不是？谢谢一下芝芝姐姐，谢谢。
啊，是的。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邀请到我们补充与会的长官贵宾。是，刚刚还有一位与会的长官哈，立法委员郑正乾博士，我们的服务处主任谢国泰谢主任，欢迎您。谢主任的莅临，感谢你。是这样的一个各位全国的盛事啊，各位长官都是非常的抱持着非常正式的这个精神，要来勉励我们的选手。首先要先借用您的双手，一起来欢迎我们今天的范祖明范副主委上台跟大家一起勉励。什么？这边感觉非常恭喜给哈达 BMP 哦，客委会一直以来对于我们各个族群的交流队都是非常重视。欢迎副主委。好，谢谢两位主持人。安尼原住民族委员会莫科长，移民署的蔡主任，韩国安尼蔡体哈，林署长，立法院安尼林委员，韩国全委员的办公室的主任，还有各机关的代表，本会的顾委员。现场台时，所有参与队伍的选手、教练、先生，大家早安，大家好。好。當歡喜今日你來到總決賽，我記得歡喜嘅時節啦，前當然呢來參與當時我咪期待再一次在總決賽看到大家看到今日有64區來，北中南東時期沒有前到安尼首長、副首長安尼當然大人來哈，都了會期待安尼年客青少年安嘅籃球比賽做得啦。來安尼冇同樣嘅族群嘅文化交流，比賽歸比賽，但是比賽時間做得聯繫我們團隊嚟合作，希望就安尼有冇同樣嘅文化做得對安尼嘅隊伍地位來流傳下，今日北中南東來，希望大家做得比賽之外多交朋友，多來。接觸到冇同樣嘅文化，對了，我們希望透過嘅部分，除了原住民客家之外，我們要看到後來韓國新住民要共同來嚇，對了，會看到大家互動嘅比賽，我感覺未來呢個多元文化對台灣會繼續發展，會發展很好哈。在這邊看到我們來自北中南東4區的。這個隊伍呢，我們期待今天有機會呢，比賽之外，爭取榮譽之外，能夠更多了解不同區域、不同族群的一個文化當然也希望都成為好朋友。那在這邊，那也期待今天呢，各隊伍都能夠爭取到好成績。那閉幕之後呢，大家成為一個好朋友。那在這邊呢，代表古主委，謝謝所有的參與的人士。韓國安尼參與隊伍、教練、選手等等哈，對了會祝福今日呢總決賽做得順利圓滿，大家做得爭取好成績對了會怎麼來個安子生落來。謝謝客家委員會范副主任委員。緊接着要邀請的是我們的原民處毛科長歡迎上台跟大家支持勉勵。謝謝科長，非常的用心我們客委會范副主委，還有我們移民署蔡主任，還有我們新竹市政府的林處長，還有我們立法委員林詩明，還有我們立法委員鄭正乾辦公室主任，還有來自各縣市地方政府的代表，當然還有來自從台灣北中南東遠道而來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們別個令人老家打過啦。那我剛剛講的第一句是因為我是少族，那是我們少族的打招呼的語言。然後再第二句是因為我來到了新竹，那新竹主要是我們泰雅族群的所在地為主，那所以我講的第二句是我們的泰雅的問候語。那在此我首先要非常感謝客委會自109年起。就辦了一系列向原住民族致敬的一個活動。那這次的原客3對3的比賽呢，更是這一系列活動一直非常重要，延續到現在的一個以求會友、族群和諧為號召的全國首創的一個比賽。那這個比賽真的是非常有意義。這個
即便我在原民会到现在，这也是我见过第一次是这样的号召的一个比赛。那这次的活动，我们总共来自全国355个队伍遴选出来，经过一系列厮杀所选出的这64队的一个队伍，那相信都是高手。那当然除了我们这些优秀的球员以外，还有来自他们可能所属的亲友所组成的这啦啦队，这也是我们今天我们也希望不只是球员们，还有他背后的家庭，还有他的亲友们，也都能够包括我们客家、原民、河洛，还有我们的新住民这几个民族族群，都可以和谐的来一起为台湾这块努力、这块土地一起来奋斗、一起来运动。那最后我还是要敬祝我们这些今天优秀的这些选手们。那除了一定要展现最好的团队默契、运动家精神，夺得佳绩以外，那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们这一路走来，从你们的家乡一直打到这里的这些很不容易的这些队友们，他虽然可能来自不同族群，但是希望你们一定要持续的经营下去，这会是你们未来人生中最重要的资产。谢谢大家。谢谢我们原住民族委员会的毛科长毛点毛科长。紧接着我们要欢迎立法委员林思明林立委上台跟大家勉励，掌声欢迎林委员，委员好。好，谢谢我们2位主持人啊，还有谢国泰主任，以及我们范佐明副主委啊，还有我们的科长，还有蔡主任啊，林立生处长啊。还有与会的各位贵宾、各位选手，大家早安，大家好。好。我想今天真的非常高兴啊，非常欢迎参与今天我们原民这个共同举办的3对3的篮球比赛啊。我想对于今天这场比赛呢，我真的要对我们客委会还有原民会大家的用心呢让这个比赛我本来以为可能人数不是很多，但是我来到现场。哇，这个赛事真的非常的这个热烈，报名的选手也非常多。我们来自全国各个县市的队伍呢，都一起来参与今天的这场比赛的一个这个等于说是一个盛事了啊。我想我期待这样的一个比赛能够继续的延续下去哦。正如刚才科长讲的，或者我们范副主委讲的，就是促进我们族群的融合，也让我们的青少年朋友在暑期能够呢借由我们这个街头3对3的篮球比赛，大家更加认识彼此，都成为好朋友。未来在人生的路上，你们都会有非常多你的好的朋友共同陪伴你一起成长啊，一起发光发热啊！在这边就祝福今天的比赛圆满成功，我们所有的比赛的选手，大家都能够心想事成，抱得您所期待的好成绩回家，好不好？好，祝福大家，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委员们给我们小小们满满的鼓励。谢谢主任。那诚如我们长官所言哦，希望各位除了可以以球会友之外呢，也可以一起来打造共荣共好的一家亲的这个应该讲亲人那个一家人哦。是不是这么盛大的盛事哎，对不对？真的是已经承袭到第3届了哈，我们要特别感谢哦。接下来哦，要欢迎的是我们的共同主办，也是我们地主新竹市政府教育处林立生林处长，上台跟大家勉励。欢迎林处长。欢迎处长。处长好。看到我们今天热情的男女主持人 Terry， 还有我们美女哦，是不是我们先给我们的主持人一个掌声好不好？谢谢处长。客委会范副主委、昌成副处长，还有我们原民会毛科长、林委员，还有我们刚才郑委员谢主任。还有我们移民署的主任，以及所有在场来自于全国北中南东各县市的主秘、主任以及副处长，还有来自于今天全国各地打进决赛269位的选手，大家早安，大家好。好。很开心能够代表新竹市政府邱代理市长，欢迎各位
到新竹市体育馆来参加1年1度，也是办了第3届的原客青年3对3的篮球锦标赛。我想，诚如刚才范副主委所言，今天能够原客一家亲哦，这个是一种跨时代的一个意义，也是另外一种族群融合的一个表现。我想，不管原民会也好，或者是客委会，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服务过客委会，范副主委也是我的老长官，我必须要说，其实原民会跟客委会本来就是邻居，因为他们只是隔一个楼层而已哦。但其实彼此之间在族群的融合上面不遗余力，所以我也拜托林委员跟郑委员哦，一定的要大力的支持我们原民会跟客委会的预算哦，让他们能够顺利的继续的推动各项工作业务。当然，各地原民会跟客委会的代表也都一样，非常的认真以及用心。不管是在客家事务推动，或者是原民事务推动上面，每一个人其实都代表着各种不同族群的一个力量。就拿我们新竹市这次打进奥运的选手念琴，他本身是阿美族，也是泰雅族，对不对？哦，布农族的代表。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到他在拳击场上各种精彩亮眼的表现，不仅是新竹之光，更是台湾之光。所以这边我也要请各位选手，今天一定要发挥所有的力量，因为已经打进决赛了哈，一定都要拼尽全力，永不放弃的精神，跟我们新竹工程师田浩一样，都能够成为灌篮高手。祝今天的活动圆满成功顺利，谢谢大家。谢谢林处长。谢谢处长。哇，其实不要小看我们今天是国小国中的选手啊，是可能他们未来就像田浩哥哥一样啊，闪耀之星是像芝芝姐姐一样啊，一样漂亮，这么会唱，像香缇姐姐一样啊，一样甜美。好，那比照这个正规的比赛，我们要进行的是选手宣誓的部分。是的。那所有的球员，来，我们麻烦请起立。所有来自于北中南东区的选手，请起立。好，整理好你们的服装仪容，我们要比照全国性的正规比赛，要来进行选手宣誓的部分。那我们首先要邀请我们的主办单位，我们要劳驾客委会范副主委，还有原住民族委员会毛科长上台。我们一起中间上台，我们这边请，来范副主委，我们这边请毛科长。好，我们面向我们的选手位置。那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的选手宣誓代表，请允许我隆重的介绍今日的运动员宣誓代表，原住民代表来自关山国小施月成同学，客家代表哈嘎代表来自大成国中温晨曦同学。还有来自于吼漏的代表，永仁高中附属国中部黄义珍同学。新著名代表来自于南光国小谢玉兴同学。好，所有包括我们运动员宣誓的代表，还有我们所有的选手们，请注意。好，我们宣誓长官请就位，选手立正，敬礼。礼宾，运动员请宣誓。Mala saiki mas kau baka mapa sai fadu punun. Latuan kapi mapa mas sing patumantu将sunafan bis tahu 中华民国113年8月24日大马塞拉呼呼呼。施同学宣誓完毕，紧接着是温晨曦同学，选手请宣誓。该军代表全体运动员宣誓，严遵守台湾中华规章，并服从裁判之判决，并指导1900名的人在参与比赛。宣誓人温晨曦，民国113年8月24号宣誓完毕。
接下来是我们蔡同学、蔡义珍同学，选手请宣誓。运动员宣誓，我经代表全体运动员愿遵守大会一切规章，甲服从裁判之判决，秉持着心不骄、败不馁原则参与比赛。宣誓人黄一丁，民国113年8月24号。宣誓完毕，谢玉兴同学，选手請宣誓。來提各棒冷兵，太默當體各棒冷兵，上上執行每內會個海義，把登條會能個ทางฟัง登台即ทั้งมาคมkiêu ngạo tham gia thi đấu với nguyên tắc không nặng lòng trước thất bại người phụ lắp đạt dầu hơn Trung Hoa Dân Quốc ngày 24 tháng 8 năm 1913。选手宣誓完毕，全体选手宣誓完毕，敬礼！礼毕。宣誓完毕，谢谢我们2位长官。来，我们选手我们就是先原地，那大家我们进行一个大合照好吗？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会进行大合照的部分，也感谢4位宣誓代表，也麻烦各位媒体朋友以及摄影师呢，可以来到舞台前方。然后叫我们摄影大哥到舞台前方，让所有的选手们向中间靠齐好吗？来台东，还有花莲、桃园、苗栗的选手，我们往中间靠拢。是的。那我们与会的贵宾，各位亲爱的长官，我们就是往中间靠拢。那如果有戴口罩方便的话，可以先暂时的先把口罩给拨一下。那我们今天现场呢有500多位选手跟啦啦队们。好，那个台中的朋友、南投的朋友，我们往前一些，我们补上来。来，同学，我们补上来。来，南投同学，我们补上来。来。往座位上面补上来，同学，我们补上来，往前，座位前方都可以。好。哦，通常靠近我们亲爱的长官，那个夺冠的机会会越高。那个好运程度越高。来，把座位补满。来，把座位补满啊！好。那我们今天的现场，刚刚陈如长官说有64支队伍晋级总决赛，那今天齐聚在这里呢，要即将争夺我们全国总决赛的最高荣誉喽！是的，团结让我们更强大，所以待会大合照时，于人我这边会说出2024，来往左边再往中间靠，再进来一点点，左右两侧再进来一些些。好，来我们是左右两侧再进来一点点。麻烦左右两侧再往中间靠一些，摄影师这样可以吗？好，那待会呢，于人我这边会说2024元课青少年3对3篮球赛的时候，来左边再往里面一点点，来右手边这边，来右手边的同学，高人美这边，桃园市我们这边，高人美同学，嘿，可以再往中间一点点，才可以入境哦。那个中间走道也可以往前，中间走道也可以。啊，狼王星。坐在前面也可以啊，坐前面也可以。哎，那个女同学来，高人美同学来，你们这一队。高人美，好来，小可爱。啊，可以坐在前面。好，不要，我们坐着就不会挡到长官了，没关系，也是 OK 的。会不会坐着，他们下午就进入总冠军了？哦，这是一个赛吗？大家都想要抢过来了。好，来，谢谢。好，那这边呢？好，来，我在这边好了，来，弟弟，你这个小可爱，好来，这样子，要这样子，小可爱，好，要这样子哦，不要挡到。好，那这样子，我们统一视线，先看向正中间的摄影师，待会当我说2，可以吗？中间再进来一点。现在是牌可以举高，但是举高的时候不要挡到后面的人哦。县市牌举高，秀出来，县市牌。花莲、台东、高雄。好，团结圆梦就在这一刻，我们大家一起加油！好，来准备喽！来，右手边牌子秀出来，我们摄影师要帮他们捕捉最棒的画面哦。好，来，可以吗？好，我们同一视线先看向正中间的摄影师，但我们左右两侧也会有。第一张先笑容看向正中间。2024元课青少年3对3篮球赛。团结圆梦就在这一刻，赞！好，那眼神看向左手边，的摄影师，好，眼神看向右手边的摄影师。那因为今天我们现场有动态，我们全场一起大声说：团结圆梦就在这一刻，好吗？好，来准备咯，3、2、1。团结圆梦就在这一刻，耶！全国
我们上面有空拍机哈，正上方，然后我们一起握拳，然后我们一起喊加油好吗？好，3、2、1，加油！加油！呀！摄影师 OK 吗？还有没有捕捉画面的可以举个手。好，有没有中间的摄影大哥还没捕捉到画面的举个手？好，正中间，好，都可以了。好，谢谢，感谢大家的配合。好，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开球的仪式，在劳驾我们的范副主委，还有毛科长，所有与会贵宾，我们往场域的右后方夹场地，右后方的夹场地，我们要进行一个开球的仪式。是的，也劳驾各位选手，我们移动您的脚步。好，我们移动脚步来到右后方，有请范副主委、口总、毛科长以及与会的长官、贵宾、委员，我们都一起先移动脚步，来到这个开球仪式骰子区这边。那很开心呢，我们因为篮球仪式呢，来这边有请范副主委、科长。好，那我们左右两侧的运动员，还有我们的宣传大使啊，田浩、芝芝、香婷，还有香婷，来右后方这里，有请我们夹场地。那我知道我们今天现场有很多是我们宣传大使的粉丝们。好，同学后面都可以站哦。好，来哦，后面都可以站。来这边也都可以站。来台东的关山的同学，来这边请。还有花莲，哇，花莲今年来了好几支队伍，来这边哦，这边都可以站。好，这边。啊，花莲的同学，哎，我们再过来一些，这边都可以站，这边都可以站。是。好，那我们芝芝香婷。芝芝香婷，都可以，两边都可以。来，香婷这边请。好，还有我们与会的长官。好，与会的长官。好，各位亲爱的长官，我们一起来哈。好，一起。左右两侧。这边请。各位局长、专员、科员，还有我们主委，处长，还有主任。好，主任。好，我们左右侧。好，我们左右两侧。好，待会哈，是这边要请往上抛，往上抛就可以，然后让它自然落地。好，我们稍等一下哈，还有我们开赛的4个队伍的同学，来，我们4个队伍的同学，枫树、皮卡丘、枫树跟 Monkey， 还有皮卡丘，还有高高手跟 Queen。高高手跟 Queen， 来这边。好，第一个开赛的第一场比赛的开赛同学，好，待会呢，我们这个骰子一直出完之后，场地会清理，也提醒所有的选手们，比赛前10分钟一定要到检录处检录，才能进行比赛。好，学生在那边看不到，是。那同学，我们在前面好吗？你们好来，对，好，稍微蹲一下下，蹲一下下。是，我们左右两侧。好，同学，我们蹲前面没关系，好，蹲着，好，蹲着，没关系，我们丢过他们就好了。好，不要挡到骰子，可能要再蹲低一些。等一下会丢，你们要小心哦。好。好，那女同学，我们往这边好了。往左边一些。对，往这边。Queen， 我们往左边一步。到芝芝姐姐这边，好，可以了，好，我们不要挡住骰子。好，我们先捕捉这个画面好吗？好，我们先来一张合影。好，会不会 Queen 今天就拿下了总冠军？好，我们手一视线先看向正中间的摄影师哦。好，我们一起握拳好吗？手拿起来，加油！来，关山的同学，视线要先看向正中间，加油！好，来视线看向左手边的摄影机。好，来我们视线看向右手边的摄影机。好，右前方。好，那接下来的时刻呢，我们要即将进行开球仪式。我们特别邀请到范副主委还有毛科长呢，稍待会在大家的倒数声当中，一同呢来掷出骰子，为我们今天的赛事正式揭开序幕。那2位长官准备好了吗？可以哈，稍等哈。我们捧一下那个底座。
毛科长，左手我们对捧一下底座啊，我们往斜前方哈，摄影大哥注意安全哦。好，要麻烦前方的媒体朋友稍微注意一下安全距离哦。好，来我们现场一起倒数了，5、4、3、2、1。2024元客青少年3对3篮球全国总决赛正式开始，好可爱哦，太可爱了！希望让我们元客一家亲友谊长存。那篮球比赛呢，也让我们明白团结的重要性。全场来一点掌声，好不好？好，那我们再一张大合照。所有的同学，我们都可以靠近哦。来，两侧同学，我们都往后靠。好，两侧同学往后靠，我们一起来一张大合照。左右两边，左右两边。好，站后面可以哦。后面，长官后面也可以。把你们的队伍牌举起来。好，举起来。同学，我们蹲前面。来，同学蹲前面。哎，这里。哎，对，这里。哇，媒体大哥可能要把鼓一下哦，要稍微往后修把鼓姐哦，谢谢。对，因为我们场地的深度就这样子。好的，来，大同司仪大同，我们你往你们的右边一步。好，我们再丢一次，靠近一些，再丢一次，靠近一点。他们要捕捉动态画面啊，丢高一点，哦，丢高一点，靠近一点，对。这边的同学大同司都看不到，要不要来前面？往右边。好，没关系，他们看不到就算了哦。好，来坐下，同学坐下。没关系，就这样子吧。哎，好，那个牌子举起来就好。好，要麻烦我们媒体朋友先进门，我们可以稍微后退一点点。好，待会我们掷骰子要捕捉一下动态啦，哈。好，都准备好了吗？摄影机都准备好了吗？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再掷一次，是不是？一样倒数5秒，来哦。5、4、3、2、1。元客青少年3对3篮球比赛全国总决赛正式开打喽！好，我们再一张合照，来留步。好，我们再一张大合照。好，谢谢。好，没关系，谢谢范副主委，谢谢毛科长，谢谢林处长，谢谢我们各位亲爱的长官、主任以及主任委员、科员、局长还有副局长，谢谢你们，谢谢各位选手。待会场地清理完之后，选手10分钟简入处报到，我们就要进行正规的比赛了。各位选手们，请加油！